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A 姐，你有没有喝过客家的酸甘茶？我告诉你哦，美味又很养生呢。客家人可是把它当成养生茶品来喝哦。而说到了酸甘茶，就是酸甘茶。酸甘茶就是酸甘茶哦，你知道吗？它其实是用虎头柑制成的哦。那么一开始的时候，它必须要用棉线把它固定住，同时呢，它要经过蒸晒、烘煮，总共呢要经过9蒸9晒，半年之后才会做好。在过程当中呢，有些人会加入佛手柑或者是雷梦。雷梦就是柠檬了。那其实呢，在喝酸甘茶的时候呢，也有人会把枸杞加进去哦，因为这样也很养生，而且也很美味哦。枸杞就是枸杞。枸杞就是枸杞。今天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酸甘茶是健康茶饮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酸甘茶黑孔健茶品，酸甘茶黑孔健茶品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你一块来品尝就非常好喝的酸甘茶。许大哥，这边都是你的茶叶哦。哎，3个啦，我带你试茶。好。好厉害，做酸甘茶。哦，懂厉害诶。所以用那老个过年的虎头柑，然後肉不出來，老茶米膠強啊，個昆冰同檸檬啊，而先有一個桂絲啊、薄荷咪做得。是那個酸甘茶，不用得枸杞，較好食。这酸甘茶咪是懂后，同神哦。哎呀，我要好好谢谢你哦，送我酸甘茶。不客气，它真的是健康茶饮呢。所以今天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，我很爱的酸甘茶就是酸甘茶。酸甘茶就是酸甘茶了。那其实刚刚怡姐也提到哦，它的制成要经过9蒸9晒哦，而且在制作过程当中呢，也有人会加入像是柠檬还有佛手柑等等。柠檬就是雷梦。雷梦就是柠檬哦，当然有些人还会把它加入一点枸杞，枸杞就是枸杞，枸杞就是枸杞。今天最后帮大家复习这一整句话呢，就是酸甘茶是健康茶饮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酸甘茶黑孔健茶品，酸甘茶黑孔健茶品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就带您品尝了酸甘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